大家好，澳門市已故賭王何鴻燊二房長女何超瓊3月30號入稟高等法院，指稱遭一名女子騷擾約1年，要求法庭頒發禁制令，禁制該女子再作出騷擾或者聯絡何超瓊。此外，何超瓊亦都要求法庭頒令，禁制該女子進入美高梅中國同信德集團辦公室嘅30米範圍內。原告何超瓊，被告為陳鳳瑜。何超瓊為信德集團行政主席，亦都為美高梅中國董事長同埋執行董事。原告喺入稟狀話，自2025年3月起遭被告騷擾同恐嚇，原告要求法庭頒發禁制令，禁制被告、其僱員或代理人騷擾原告，或者擅自進入原告嘅物業。被告亦都唔可進入美高梅中國同信德集團位於信德中心嘅辦公室嘅30米範圍內，或者喺該範圍內逗留。此外，原告要求法庭頒令，禁制被告直接或者係間接聯絡原告，或者係印刷、出版、製作、分發同傳送任何誹謗或者中傷原告嘅資料。原告亦都要求被告就佢嘅騷擾同埋恐嚇行為作出賠償。